農曆12月初8係佛陀成道日，我哋透過臘八粥傳光明去紀念佛陀成道。臘八粥嘅由來，佛陀得道之前是一個太子，他發現人們沉迷聲色犬馬，迷失其中，所以試圖使用減少物欲的苦修之法來得道。每天只吃一麻一麥。後來太子發現，追求苦和追求享樂一樣，都不能讓自己得道，最好是捨棄兩邊，不苦不樂，才盡解脫大道。悉達多太子想通以後，去河中清潔自己的身體，但因為常年苦修，體力不支倒在河邊。正在這時，倒下的太子被一位牧羊女看到，於是牧羊女獻上一杯乳汁，喝了乳汁後，太子通體舒暢。過了不久，在12月初8晚上，看到很多明星而開悟正道，成就正等正覺。因為牧羊女的這個典故，所以每年農曆12月初8，佛教徒都會使用五穀煮粥供佛。這個習俗後來漸漸廣傳至民間，成為民間風俗之一。而家就等我哋一齊睇下食臘八粥有乜嘢利益先。咦，佛陀都講過食粥有10利，食粥能夠令人嘅面容有光澤，可以增長力氣，增加壽命，能夠促進身體清淨柔軟，有利於滋潤喉舌，潤耳無阻，可以調和身體上下通利，消除風寒，能夠溫暖脾胃，幫助消化。食粥嘅人唔會呆呆滯滯，聲音清晰，能夠消除飢餓感，消除乾渴。咁究竟臘八粥有啲乜嘢特色同材料㗎？大家吉祥，我係佛光米，但一啲都唔普通㗎，因為我充滿住正能量啊！我同朋友仔喺香港佛光道場嘅大典已經住咗1個幾月，每日接受緊佛陀嘅加持，好幸福啊！仲有，我好有幸可以參加到彌陀佛七法會，喺總住持嘅帶領之下，一齊同大家念佛共修。哎呀，好逼啊！點解呢度突然之間咁熱鬧嘅？咦，你哋好啊！我係佛光米，我係花生，我係黃豆，我係蓮子，我係紅棗啊，我係油炸鬼，我係豆乾。大家吉祥啊！點解你哋都嚟咗呢度嘅？我哋聽咗星雲大師開示臘八粥嘅意義之後，決定貢獻綿薄之力，為香港社會帶嚟光明同正能量啊！臘八粥中嘅所有材料，刀工要中道，火候要中道，食材配料要中道，調味要中道，提醒我哋要過中道嘅生活。一煲粥要有留白，要均衡，要熱情，色彩繽紛，色香味俱全，充滿藝術嘅呢。星雲大師對臘八粥的開示相當的深遠，相當的有意義，因此我們香港佛光道場的信徒義工們，大家來護持臘八粥傳光明的活動，他們深深感覺到他們是富有的人。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能夠實踐星雲大師所說的給，能夠給人的人，他是富有的人。從給當中去肯定自己的生命價值意義，從給當中見到對方的歡喜，他們也能夠感受到生命給人歡喜是幸福的。希望所有使用臘八粥的每一位有緣人，都能夠借由吃這麼一碗溫暖的臘八粥，感受到我們所有護法功德主以及義工們的一份善心好意。他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他們發願所有吃粥的每一位都能夠身體健康，都能夠少煩少惱，都能夠具有善因善緣，都能夠把人做好，能夠讓他們的生活可以幸福，可以趨向圓滿。這是我們香港佛光道場以及我們佛光山佛香講堂所有的法師以及義工們的一份心意，希望大家歡喜納受。阿彌陀佛。而家我哋就一齊睇下香港佛光道場同埋佛光山佛香講堂嘅義工點樣去製作臘八粥啦。義工們喺切菜、煮粥、包裝同埋運送嘅態度恭敬認真。
對衛生嘅把關呢，好嚴謹㗎。食材切成特定嘅尺寸，奉行星雲大師嘅理念，把最美好的給人。歡迎大家嚟香港佛光道場、佛光山佛香港堂品嚐美味濃情、平安吉祥嘅臘八粥。阿仔啊，今日係12月初8，要食臘八粥。知道啊，今日佛陀成道日，臘八粥給你一生嘅幸福。臘八粥，給您一生的幸福。臘八粥，給你一生的幸福。臘八粥。